Hello，姐姐你好。好，姐姐叫咩名啊我叫 Henny 啊， ？Henny，你今年幾多歲？今年40歲，結咗婚未我㗎？結咗婚，有冇小朋友？有兩個小朋友，幾多歲啊？第一至13歲，第二至12歲。好，你嚟咗香港幾多年啊？我嚟咗香港差唔多5年啦， 5年，照顧咩㗎，姐姐？照顧婆婆，係咪同一個僱主啊？係哦，婆婆幾多歲啊？婆婆94到100歲，哦，即係差唔多6年嘅，係咪？係。咁你點樣照顧婆婆啊？我婆婆想始終行得走得㗎嘛，幫婆婆又行街啦，又睇醫生啦。咁上2024年係婆婆行唔到啦，嗯。咁婆婆要插鼻喉，我幫婆婆餵奶咁樣咯。咁有冇同你換尿片啊？係啊，沖涼嗰啲有嘅。唔使沖涼啊，唔使沖因為咧我婆婆好肥啊，仲係抹身㗎嘛，抹身洗面。明白。咁你有冇煮飯啊？有煮咩餸啊？平時？我哋煮係簡單餸㗎啦。不如咧，講下。有煎魚咁樣咯，炒菜，有煲湯。好。姐姐，你有冇去街市買餸啊？我唔使去街市買餸，因跟邊個為咧買餸啊？我老闆買餸。你老闆買餸嘅係。姐姐，你識唔識豬肉㗎？我唔食豬肉㗎，但係我食煮豬肉。可以煮嘅。係可以，你自己驚唔驚狗啊？唔驚。唔驚狗嘅。嘅你之前有冇喺其他地方做嘢㗎？有。喺邊度啊？以前2006年到2010係新蒲崗，唔係即係唔係喺香港，喺邊喺香港。全部都喺香港嘅係。咁其他地方咧？其他地方冇啊。冇嘅。好啦，唔該晒姐姐，thank you，拜拜。拜。